活女喺香港已經成為一個耳熟能詳嘅名詞，但係到底社會上有幾多人了解佢哋嘅苦況呢？我哋一齊嚟睇睇 Betty 嘅慘痛經歷。我叫 Betty， 今年12歲，定耳包16個月。唉，可能我又俾人叫活女啦，可能啲人妒忌，因為我個樣太靚啦，所以連個樣都打埋格仔啊！有晚上，有早晨，這是第4日。冇個人你食飯。我好想同其他人玩，但係換嚟嘅嘢咧，就係佢對我嘅冷嘲熱諷啫。嚇？咩樣？咩樣？咩樣啊？咩樣啊？啲咩餐啊？我犀利啊！3個字餐，2個字餐。我會不斷嘗試同其他人建立關係。我食咗鬆蛇個頂級豬扒，哇！唉，又見到垃圾豬，影響勢頭，走啦！其他人唔中意我，我已經去避佢哋㗎啦，點解仲要刻意攻擊我啫？我真係冇晒力啦！加地址先。天堂廟啊！被傷害夠，就用一對手，痛快的割開昨日。自從我參加咗童軍之後，體能好咗，行步路都快過人啦。傷痕開始結焦那胸膛。我仲識咗好多好朋友，一路上都好支持我啊！我終於成功脫離活女嘅行列啦！